第14届中国南安水投国际食材博览会8日在福建南安市举行，海内外近1500家企业、数万件珍宝奇石精彩亮相。借力世博会，南安正积极打造国际食材之都。据展会主办方介绍，来自欧洲、美国、中东、印度、韩国以及中国港澳台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、采购商，以及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知名矿山、石材、机械、食材辅料供应商等近1500家企业参展。本届世博会为期4天，展会期间还将举办食材新品发布会、食材金融论坛、食材与建设行业对接会等活动。作为建材之乡，福建南安拥有各类食材企业1500多家，年产值超过300亿元，食材加工产量及进出口额占到全国的60%，是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食材生产和出口基地。